五轮好上，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个人身份较稳固。所以有一个大慈善家，嘛是一个教育家，时尚家也是教育家，中国代表的一个大善人，这公公王凤仪，王凤仪伊的一生咱若有兴趣，咱会当去了解。伊讲一句话伊讲咱道伫咧对面。啥物是道伫对面？道是一种身份的一种本分，咱后即摆讲认道道是一种身份的一种本分。今仔日咱比如讲，咱若无结婚，咱若无结婚比如讲咱夫道无结婚，咱无先生，咱敢会是太太？咱是毋是无太太这个身份？天道嘛同款今仔日咱无结婚，咱无太太，咱就无先生这个身份，所以道是因为咱有另外一个这个身份伫咧咱的日常是伫咧咱的身躯边，所以咱对这个人咱要真的本分，是咱的根本，伫咱的根本，本立道生，咱家己做好势，把自己做好，把自己做好，这个道成功。比如讲，会知影咱有当初讲一个圣人做舜，舜就是安尼啦，舜就是安尼，伊毋管伊的爸爸好啊，毋管伊